好，各位先生，我们呢今天呢要开放办大，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呢，我们要这个稻苗呢上播，对不对？然后要耕耘，各位先生要靠什么？要靠地，对不对？各位先生，以前呢，或许呢其实呢做过蛮多的工作在自我开放之前，做蛮多工作。那以前我们爸爸都说，不管靠什么来卸跑给好，可以怎么样？那或许呢，到最后呢，台湾高回来，或者说高会说，因为这边是没有往好的，就没有说每一个跑员，就开始做学校但是呢，或许呢，无论到哪个职场呢，都最喜欢雇人，最喜欢雇人。经过人之后，就公司里面呢没有什么好发展了，就换工作了。有时候呢，有时候年终奖金呢就差1个月而已或许爸爸说，应该完了，那你内中一定要我们找我管，因为呢，我要再去另外一个公司做做事。好，谢谢。好，那或许呢，郭姐姐，有没有听过老师最喜欢的标记水叫什么呢？小小羊一样可爱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叫小小羊可爱那它最右上角这只羊，它非常的聪明，对不对？那为什么放这个图呢？像我们在职场里面，还是说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么多羊群当中的什么？对，贵人好，那么各位请写来这个图，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在职场当中要成为很多的贵人？为什么呢？各位请写。或许呢这边有带一些那个小卡片那有时候呢或许会跟大家互动如果说你们呢可以呢就是说发表的话，那或许会把这个卡片送给你。这上面呢的话呢都是老师慈悲的。那当然呢，这个每一套里面有这张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是不一样的图片。好，那有没有各位请写呢？在座的浅显，没有人可以跟不选呢，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有没有？有没有？大家都好爱心。好，为什么呢？或许拿手很多钱。好，因为人生是什么？有没有在这个情形会有班长？可以一直选一个班长通常在最左边的是班长。那既然这位护照没有到的，那底下就是副班长好，那我们一起班长一下请问一下班长，你觉得人生是什么？用最简短的几个字来描述。人生是什么？对。对，你觉得人生用最简短的几个字来描述你对人生的感觉？最简单要奋斗。好，我们给这位浅显掌声一下。好 ，OK， 好，人生要奋斗，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呢？要奋斗是要贵人，对吗？好，那么或许觉得说人生真的蛮无常的，对不对？因为或许就进了身边呢，就发现为什么身边很多老师他的亲人很多得了癌症而且发现都是末期那觉得蛮无常的。那么或许呢，就是说人生真的很苦短，真的很苦短，对不对？或许在我们就是真的多行的那给他说时间，看你这么年轻，你是愿意这么做，或许说你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你就说人生从那个最纯真的小孩，对不对？到我们是比较不瞬间，为什么？那或许我们来测试一下都有点对这辈分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像或许的了解他或许他20岁，他的小孩呢，小或许7岁，对不对？对不对？那其实他的小孩小或许什么？阿姨对不对？那小或许7岁那或许其实年纪蛮大的所以呢，他也结婚，对不对？他结婚就生了孩子，他的孩子教育什么？弥陀，对吗？但是他这个孩子目前是读小学3年级，那请问他这个孩子对不对？叫我弥陀是有点感伤，真的蛮感伤。所以或许呢，严重的警告他说，希望你把你的孩子管好，不要让15岁就结婚生子，那我就很快就会牵涉到什么？对，这个就是有点很感伤对，他就说自己人生真的很快，为什么？人生像不像陀螺？真的非常像这边转一转，那边绕绕，但停下来什么都怎么样？带不走所以呢，我觉得人生真是很无常，速度很快，而且照到镜子哇，一堆就白发，对不对？把它打了算了。好，各位先生看过这张图，有看过吗？各位先生，这张图非常的震撼，对不对？这张图呢就是一个老先生，他离开了人间。那他离开人间的时候，他的家人呢都在哭泣，对不对？可是这个老先生呢，他的灵魂被什么拖出来？被黑白无常，各位先生，这张纸是第一次
经里面的图。所以会觉得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在讲黑白无常，其实你看伊斯兰教呢，他在讲黑白无常，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人生真的是很苦短的。那这个老先生为他家庭奋斗一辈子，对不对？可是最后呢，他被黑白无常剥夺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什么可以跟他讲？是有多工作，对不对？所以或许就是说，还是要把握光阴，然后说到办到。好，那么各位同学来，我们说，对呀，当一个人死掉，对不对？是不是一定要报名是不是？那所以说，当这个泪水滴在墓碑的时候呢，经常是什么？来，我们前道大声的讲。有没有？好，都到。好，大家一起说。是不是很模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人今天要走，对不对？他多少都会说天上有流行相同，对吧？可是呢，你不可以说这个人他还没有那个留下任何遗言，所以说给下方报没有，先把那个遗言讲再走，对不对？没有办法。所以说人生真的很无常。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把握光阴的人，然后在职场要去开拓这个道路，这个非常的重要。各位先生，人生有没有很重要？没有。你想要回头没有办法。那老师除非说其实每个数字，对不对？背后都是一个什么？生命关系了多少人的选择那或许呢，就是说早先呢，听到我们很多学姐在讲说，对不对？3过4好，这个压力好大，对不对？就说其实我跟拼数字，其实或许觉得如果说我们到场面对一个目标的话，其实各位同学就是我们是不是过一点？真的是一边过一点，这下可能它不降低，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像那个莫广亮、莫谈主是不是？你看他这样每天抄你，他后来是不是哇？你看功德心多大，对不对？让他哇几千年的祖先都沾光很不容易。那老师又除非说每个生命的背后有关系的什么？多少有人的拍猴子？各位浅浅，为什么我们要渡人？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职场去开拓这个道路？为什么我们要度化我们的亲戚朋友？为什么？各位浅浅，可以告诉同学吗？我的副班长。请问一下，你看到这个图，你看到中间那个什么东西吗？中间，对，这个中间，一个网子盖住它的东西。那个是像什么？闪闪发亮的，那叫什么？灯泡，对，好，谢谢。你猜马吗？它怎么像马不像马？它像灯泡，对不对？各位浅浅，这个呢就是比如像我们的这个自信果，对不对？当我们呢，当这个女法师带我们到佛堂的时候，对不对？比方是呢，老师借着比方是的手帮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生死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网就拿掉了。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呢，他没有求到的话，他就被什么欲望，对不对？被无明、被执着，给蒙蔽住了。所以呢，我们的成绩是他人的现在，那我们要给人希望，所以我们要引渡他们。好，所以呢，我们不仅自己心灯要怎么样，让别人呢也点亮他的心灯，所以重不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好，那么在职场渡人的基本信念呢，各位浅浅，我们请前道长念一次，好不好？好，预备开始。天下没有渡不来的众生，如果有，只因为他还没有被引导，还好不过。好，我们请分道。天下没有成就不来的人，如果有，只因为我还没有尽全力，他有希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职场中呢，以前呢，后学还没有教书之前，就是还没有出国开放之前呢，有一次呢，后学在那个公司里面，在这个新的公司里面又待了，好不容易待了3个月。那待了3个月呢，就很拒绝，就说奇怪，我看到每个人都是长得很像的，可是呢，我怎么都渡不到半个人。这个时候呢，有一次呢，就后学的浅显就跟后学勉励，然后就把这个新生呢跟他起诉了。没有想到晚上老师就来审理了。老师跟后学沟通，亲爱的主管，你的口都没有开，对不对？那要你在道德智慧呢，所以后学说，对呀，其实呢我们要开口，对不对？那老师呢，要借助我们来引渡有缘人的话，对不对？才有希望啊。好，那么